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咱做伙读圣经。这个单元我是代班的主持信息。今日小公要甲大家做伙来讨论的题目，就是善用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咱拢知影，拢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咱是毋是有想过要安怎做才是善用咱的生命？假使咱的生命若是一个空罐仔，咱的空罐仔内面想要缀啥物？伫咧生命的空罐仔内面，咱想要缀的物件，绝对是有价值的物件。所以，啥物是咱感觉真正有价值的物件，值得咱去追求、来收集？甲咱的生命拢甲充满，拢缀即项宝贝。有个人感觉要缀物件，即个宝贝都是快乐啊。所以有个人真善用伊的生命，把握机会一世界去食真好食的青草，或者是时常出国去佚佗，看美丽的风景。有个人呢，就是会用各种方法，互家己快乐。不管食啥物、做啥物、做啥物，都是要互家己快乐。有个人这人生的空罐伊想要缀的物件，就是名声。所以伊无煞追求会当出名的机会，会当互更较侪人来认捌我。伊感觉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有个人伊的人生的空罐是要收集伊的地位所以无煞甲人咧比拼，无煞咧拍拼，伊要得到更较悬的地位甚至会当得到更较侪财富。有个人所想的阁无同款，伊会感觉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伊感觉安安稳稳过一世人就好咯。所以伊的人生的这个空罐无想要缀物件，但是不管是充满咱所爱的物件，或者是保持空罐无半项，到底安怎做才是对的？咱的人生是毋是应该要追求真正有价值的物件，甚至这个价值会当救咱脱离罪恶，甚至会当进入永生的天国呢？是毋是有即款物件充满咱的生命，就会当互咱得到永生的愿望呢？所以今日信息想要甲大家做伙来读《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第7节。伫咧《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第7节这段经节当中，要互咱来思想讲，咱要用啥物来缀满咱的生命？而且缀这个物件是真正有价值，会当来换取咱真正永生的生命，是真正有价值的。咱即马就要做伙来读圣经。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第7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讲：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伊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影的。现在有祭主来要娶我2个囝做奴仆。以利沙就问伊讲：我会当为你做啥物呢？你甲我讲，你厝内面有啥物？伊讲：比你的家中除了一班油之外，无有啥物。以利沙讲：你去，向你的邻舍借空器皿，毋通少少。转到厝内，关上门，你甲你的囝伫内面，将油倒伫咧所有的器皿内，倒满了，就放咧一边。对安尼，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家己甲囝伫内面。伊的囝就将器皿摕来，伊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伊对囝讲：搁帮我摕器皿来。伊的囝讲：再无器皿了，油就止住了。
有的人就去甲神灵讲，神灵讲，你去卖油行祭，所剩来你甲你的囝会当靠着度日。这段经节是咧讲到圣经当中记载的见证，这是一个新历，因为一班油竟然倒足侪器皿，拢甲倒满，就若像倒袂了的同款。这个圣经当中对油的解说，时常都是指着圣灵。这个故事当中讲到有一个寡妇伊拄着困难咯。伊来找先知，伫咧迄个袂当直接向神祈祷的时代，找先知就是向神祈祷的意思。伊希望先知会当来借着神的能力帮助伊。这个先知以利沙真正照着神的吩咐来帮助伊以利沙来甲这个寡妇讲：你厝内面有啥物？这个寡妇伊就讲，伊即马只剩下一班油，其他拢无咯。互咱听了感觉非常的心酸伊的先生无伫咧咯，剩了伊甲两个囝。这个时阵呢，厝内面散甲剩一班油其他拢无半项。但是伫咧这所在，咱嘛会当看见，伊还阁有一班油。这个空管这班油对每一个人来讲，咱会当甲想做咱的生命同款。每一个人拢有生命，伊的生命就若像空管同款。咱不管人生赚了偌济钱，或者是一无所有的时阵，咱也阁有生命。只是咱这个生命，这个空管内面底是啥物？对这个寡妇来讲，伊也阁有一班油，所以伊的生命内面有底油。对有信仰的人来讲，伊的油就若像圣灵同款。我也阁有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主耶稣基督。咱不管搁较散，搁较艰苦，搁较一无所有，对有信仰的人来讲，伊也阁有主耶稣一个人只要有主耶稣，伊就袂绝望伊就有希望。就若像这个故事同款，这个故事问题解决，就是这班油。虽然看起来若像少少一班，但是呢，竟然会当倒满了真侪器皿。这个器皿空管就若像咱的生命同款。咱的生命拢是甲神照的神照互咱的所以有一天咱爱阁献互神这个空器皿有限，所以咱的生命嘛是有限。这个时阵，当寡妇拄着这个问题，以利沙先知叫伊爱做一件事，去照空管今日咱嘛会当想做，准做这个空管是生命。为什么爱去照空管而且袂当照呢？这就是咧甲咱讲，咱爱善用咱的生命，咱爱把握咱的生命，甚至咱会当向神来求这个生命。但是求到生命，咱是毋是有好好善用呢？咱内面到底缀啥物呢？是缀无应该缀、无价值的物件，还是缀真正会当卖钱？会当改善生活的油呢？这个寡妇真正照以利沙先知的吩咐去照空器皿咯，伊嘛认真去照，照甲袂当照咯，真正门关起来，开始倒油这个油就若像神的圣灵同款，圣灵是无限的只要咱向神求，伊就要甲咱充满，所以。伊虽然本来只有一个空管一班油这班油呢开始倒这空管的时阵，器皿有偌济，油就偌济，一直到器皿拢用了咯空管拢用了咯这个油就止住了。所以毋是油无够，是器皿无够。
这个器皿就是咱的生命。有一天咱的生命不管安怎少，就是用了咯，咱的生命就结束了。但是咱的生命结束，有啥物物件会当带来咱真正的价值？这就要看咱人生到底充满了啥物。伫咧这段圣经最后一节，妇人人去甲神灵讲，神灵就去甲讲，叫伊做一件事去卖油行祭，因为这个油是真正有价值的。假使你内面啊缀一寡无应该缀、无价值的物件，你就无物件去卖，因为只有油会当卖来行祭。油就是这个神的圣灵啊！咱靠着这个真正有价值的圣灵，咱的人生才会无同款。伊讲会当去行祭，这个祭对圣经来讲，嘛会当讲做咱所欠的这个罪的祭啊。人若欠着罪的祭，咱就靠罪束缚，咱的人生就拢袂快乐，将来嘛无永生的愿望。咱的罪必须爱处理掉，咱的人生才会无同款，咱才会当真做自由的人。但是咱要安怎行罪？摕啥物行罪？主耶稣基督降生伫咧世间，真做肉身，为咱人类来死，所以咱就会当来过着自由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已经将咱的罪债行了，但是咱的内面就爱充满着圣灵，充满着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而且所剩来，伊才讲你甲你的囝会当过着靠着度日，这就是表示讲，这是真正有价值的物件，会当互伊改善伊的生命。对着这则经节，信息的教会有一段见证，在这要来奉主耶稣圣名，甲大家来分享。在咧信息的教会内面，有一个老兄弟啊，名叫王进福。伊1996年来受洗，伊迄个时阵拄好80岁。会记得迄个时阵信息才20几岁伊看到我，伊甲我讲你是信主足久的人，然后伊甲我讲一句话信息到即马一直拢袂当放袂记伊甲我讲当私人忝忝我就甲问讲阿公你哪会讲你私人忝忝？伊讲你毋知信主偌久圣经毋知读几遍我即马才信主我80岁我圣经拢毋捌我将来要哪去天国？迄个时阵，信息去想到，怎甲讲？阿公，你免烦恼啦，你对今仔日开始逐工甲读一章圣经，嘛是读会了借着圣灵的帮助，你就会当明白圣经内面所写的。因为这个阿公，伊嘛是一个读册人伊听到，伊就真正开始来逐工读圣经，所以每一届安息日聚会。伊来教会看到我，伊拢会甲叫我老师这个圣经内面这字是安怎读这段是啥物意思？迄个时阵虽然我对圣经迄阵无足了解但是我都认真去甲找出迄答案去甲讲落尾才发现讲伊逐工不止读一章经节甚至一开始伊为着要专心，伊阁用抄的咧抄圣经就安尼过了真侪年了后，伊到2018年，迄阵伊102岁，迄年伊离世了。伊一世人过了102岁的生命，但是伊咧受洗归入基督了后，对信息来讲，我看见伊将伊人生的空管开始缀上油这个油咧，就是真理，就是圣灵。伊无煞读圣经，将主耶稣丰丰富富来缀满伊每一年的生命。
对信息来讲，就若像看到人生，若当做一年是一个空罐啊，伊一年就甲底满一罐空罐啊，底满油，搁过一年，搁甲底满油，搁过一年，搁甲底满油。神真正甲伊同在，这油真正互伊得到满足的喜乐。伊到要离世的时阵，因为身躯拢无病伊是自然的衰老所以伊伫家中来行完伊最后的人生。当伊伫咧家中，伊生命伫要结束的时阵，信息甲一寡教会兄弟姊妹、传道者，拢围着伊的边甲伊讲话发现伊的目睭拢无昏花精神拢无衰败伊只是心脏慢慢衰弱，慢慢无跳。伫咧唱诗祈祷当中，伊的生命来结束。看见伊，就互咱想到讲，伊的生命所充满的。伫咧箴言第9章第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明捌至圣者便是智慧。所以对于这个王振福老兄弟的身上，看见伊把握伊的人生。伊虽然80岁才洗礼，但是伊的人生的空间对迄阵开始，无搁再缀世俗的物件，无搁再缀伊感觉有价值值得追求，这世间有趣味的物件。这个阿公伊甲我讲过，伊少年就捌骑过壮机所以伊嘛是一个真正知影安怎享受人生的人但是最后一切拢放弃。伊逐工读圣经，逐工灵修，逐工亲近主，一直到102岁，神真正带领伊的脚步互阮看见伊真正拢无退化。所以咱嘛听过一寡专家的研究这个读圣经会当互人有智慧、健康，甚至互这个老年痴呆症会当延后发生真正对这个王振福老兄弟的身上看见了这个新热，伊的人生充满了油，人生充满了真理，人生充满了主耶稣基督。今日就甲大家分享到这咯，过来刷落，咱要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我一生上有智慧的选择，嘛会当互我借着读圣经，得到你智慧的言语，嘛因为安尼，我的生命充满真正有价值的物件。互我每一天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主耶稣，今日伫咧面前，还阁有真侪人还未来认捌你，求你带领引带，互伊甲阮同款，会当进入你的名下来追求、来善用伊的生命，就是来认捌你，天天读经、祈祷、学罗你。借着读经会当明白啥物是该做的，会当伫咧生命结束进前来做你所喜悦的事，将来会当一日人生。主耶稣基督，求你继续看顾带领，嘛求你安慰阮伫咧当中有一寡病痛的人，带领因的脚步，互因会当得到福气，会当得到喜乐。求你垂听阮的祈祷。阮愿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乎天顶的神。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将要来完成咯。假使你若对今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想要分享，若有啥物疑问，嘛会当伫咧留言区内面来甲阮分享，或者是来提问。
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亲戚好友，嘛欢迎到咱徛家附近真耶稣教会来甲阮做伙来查考真理。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后一遍空中再相会。